来看9港8暝大甲妈照景，今仔日已经行到嘉义新港，明仔载就是花莲祝寿大典。因为防疫解禁，今年的香灯卡是凭英国加3杯，而且民众提供的食食嘛无限制啊，开互英国路边现炒现煮在人食。大甲妈的新桥拄过轮仔桥，炮啊连面就点起来。 数万名信众拢伫桥头来接驾，大甲镇南宫董事长简清标就表示，今年参加的信众比往过加3倍。全世界3大宗教活动，所以这回呢，随咱大甲妈来到新港，甲新港妈回乡呢，会使讲人数啊，超过当年的3倍以上啦，全车拢是无够啦。要紧上大的特色之一，就是沿路食的物件五花杂色。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提供的食物拢是会当炸来食的物件。即马解封了后，真侪档的食物嘛开好英国现炒现煮，要互要紧的人会当食好饱。我们的量大概准备大概有3、4千人以上的量，对，2天大概有3、4千人的分量。所以担不担心民众不够？以往的惯例是不会啦，我们都还会有剩。去年是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我们改用速冻跟面包，因为这样子让大家带着走啊。因为今年疫情恢复了，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恢复原本我们用煮的。疫情解封，今年参加绕境的信众比去年搁较侪，信众加热情。大甲妈到新港的时阵，搁因为桥边放炮啊，引起杂草的火灾，消防人员接到通知嘛，赶紧来拍火，加载无大碍。25载18点，大甲妈按照行程，伫新港洪天宫来举办祝寿大典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